外别传，父主摩诃迦舍，世尊智多子塔前，命摩诃迦舍僧作令所，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典藏，密付于汝当护持。吾登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世界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3不入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心性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觉法无异。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上夫天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风气烟尘素其在世投胎为人，认母归真修道，目的在于菩萨乐为有认母归真，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欲贤观，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草灾？
将报大恩尊师安台黄母10届第7届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此。祝拜真师3爻72点耶稣基督圣经通释全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祝拜公堂早归真4点是加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穷神之化之极旨。尽兴安律见本人土人云白藕日夜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喜，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就奔末，事有终始。